鄉親啊，迄個熱帶性低氣壓，伫個昨暝已經將做輕度風颱紅霞，也毋過講一度無來號名。這當中當然是有曲折。繼續來看咱的報道。出動吊車甲肉粽甲放佇咧海岸，因為頂屆包圍風颱甲台東市豐里海邊仔的沙埔攏沖了了，佮威脅到風雨拿甲後壁的面體，所以第八號船局今仔日緊急放大量的肉粽角來預防，因為第12號風颱紅霞袂當看輕，用衛星溫度來看，紅霞的結構實踐佮增強，毋過一開始其實無名。氣象署昨暗時8點，甲 TD13升級做輕度風颱，毋過稍等一下，這個風颱的名哪會敢若怪怪，竟然寫 no name 也袂號名。區域專業天氣中心暫時還判定它是熱帶性低氣壓的時候，我們會依照慣例，在命名的部分先以 no name 以及未命名的方式來做處理。原來是因為氣象署佇咧昨昏大聲升級，到半暝日本的氣象廳才正式升級做風颱，號名做紅霞。當這個熱帶性低氣壓很靠近台灣，判斷已經達到了颱風結構的特徵，對台灣是有影響的時候，在這3個條件都存在的情況之下，那我們就可以優先不等日本給他地名。真正用無名的方式升級的風颱是2016年的愛麗風颱，甲2020年的米克拉風颱。啊那紅霞甲愛麗風颱路線是真相像，就算無登陸台灣，外圍環流原來會帶來影響，北部甲東北部嘛可能出現8級以上的陣風，民眾原來就要做好預防的準備，袂當看輕。